你知唔知道好多人創業失敗，其實唔係因為佢哋唔夠聰明，而係因為短視。我哋有個同學啱啱開始創業，當佢嘅產品啱啱開始推出嘅時候，發現咧市場嘅反應一般，佢即刻就有好多嘅焦慮，甚至就好想放棄呢一個創業嘅念頭。但係實際上佢唔知道嘅係，其實有好多而家你睇上去成功嘅企業，佢哋啱啱開始創業嘅時候，其實市場反應咧都係好一般嘅。所以我就同佢講啦，如果你創業淨係關注眼前嘅結果嘅話，咁你反而就會忽略咗呢一個事業嘅長遠價值。後嚟佢選擇堅持，然後咧不斷咁優化佢自己嘅產品同埋社交媒體嘅營銷啦。半年之後喜出望外地咧，佢真正獲得佢第一批嘅忠實客戶，然後業務咧亦都慢慢咁樣成長。所以創業咧有時就好似種樹咁樣，冇可能今日播咗種之後，聽日即刻就開花結果嘅。短視嘅人咧就淨係知道眼前嘅困難，但係有遠見嘅人就會明白所有嘅成功都需要時間發酵嘅。所以當你焦慮嘅時候咧，你可以問下你自己，到底你係為咗短期嘅結果而焦慮，定係為咗長遠嘅成功喺度做緊佈局呢？